2D389H4，4K13，协同波段为 A9、727，连指波段为 Y430，备用波段78KL。目前所有工作波段参数正常，综合评估适宜执行发射任务。连吗？迅速进入预设阵地。是。两车已全部到达152阵地，进入预设站位，实弹发射，30分钟准备。上去，立正，向右看齐，向前看。报告连长，928号发射架已经抵达152号阵地，车辆正常，装备正常，检测完毕，随时可以执行发射任务。架长杨万金，原地待命。是。928发射架，准备接收火力助援。准备接收火力助援。完毕。是。报告连长，我是82车架。我知道。82号发射架，准备接收卫星图片。完毕。哼。苍天有眼啊，咱们赢了。我详细回看了你们之前的卫星画面，有几句话想说。同志们，竞争是好事，但是我希望你们不要忘记，我们是军人，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取成功，不光彩，也没有意义。928号发射架，你们虽然蒙冤，但是我更希望看到的是，你们能够把树挪走，而不是放回原处。82号发射架，以德报怨是美德，睚眦必报不是好汉，更何况给自己的队友挖坑。假如有一天战争来临，同志们，你们的队友应该是你们最值得也最相信把后背给他的人，而不是在背后捅一刀。准备接收火力助援。928号发射架，准备发射82号发射架。备份完毕。是。号手就位，号手就位。3号手，4号手，展开射备。是，展开射备。
执行检查清单。5分钟后，我们将进入掩体，窗口期为9分钟。现在开始对表。车辆正常，平台正常，供电正常，车体水平正常。导弹通电正常，自检正常，信号接收正常，火力助援已导入，目标数据导入完毕。车通讯正常，车指通讯正常，当前临风卫星颗数为42颗，窗口期开启还有8分15秒，各波段信号正常。好，导弹起数。报告，怎么了？刚才 HBU 灯亮了一下。什么？HBU 灯亮了一下，确切的说，应该是闪了一下。闪多久？不到半秒。夏卓，看错了吧？什么？切换完自主供电后 ，HBU 灯怎么可能亮呢？连长，亮了，确实闪了一下，有半秒钟，就半秒钟。夏卓，你知道这个时候 HBU 指示灯频闪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停止发射。不，连长，夏卓肯定是看错了，他太紧张了，他太想把这枚弹发射出去了。导弹还没有起数 ，HBU 灯怎么可能会亮？夏卓，你再好好仔细想想。亮了。我去找陈浩峰。夏卓，这是咱们旅第100枚弹，百发百中啊！你这一句亮了，咱们大家就都凉了。班长，请你相信我，确实是亮了。你一定是看错了，继续执行导弹发射程序。不行，我是舰长，你是旅长也不行。我们必须对发射任务负责任，对导弹负责任，对这支部队负责任。不可能啊！这枚弹确实是受损，经过修复的，而且我们还经过36小时缜密的检测，所有的元器件都工作正常。我们都知道，导弹起出后就进入了待机发射模式，而且已经进入了自供电的状态。HBU 和 CTU 的回路都已经关闭了。按理论说，不应该亮。
如果亮，也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侧发控平台的故障导致指示灯电压瞬时升高，燃爆。夏竹，你再好好的回忆一下 ，HBU 指示灯到底是亮了还是没亮？亮了！你给我想清楚再回答，亮了还是没亮？亮了！我再最后问你一次，你想清楚回答。灯亮了还是没亮？亮了！实弹发射，5分钟准备。82号发射架，接地发射。是。号手就位，号手就位。2号手好，3号手好，4号手好。联保，把车开到安全观测区。是。启动侧发供电源，启动侧发供电源，侧发供电源启动完毕，准备接收火力助援信息。准备接收火力助援信息，准备完毕。正在接收火力助援信息，火力助援信息接收完毕。加载火力助援信息，加载火力助援信息，加载火力助援信息完毕。启动初始对准，启动初始对准，初始对准启动完毕。出车。向左向右转，后步走。同志们，有句话我特别不愿意说出口，就是不以成败论英雄。我们不能这么垂头丧气的下车。
我们是军人，是战士，不管在任何时候遇到任何困难，都要用王者姿态去面对。实弹发射，1分钟准备。连接线路，连接线路。这第1排煤弹，不管是谁打出去的，它都是咱们270旅的荣誉。把脸上的晦气擦了，打起精神来！我要你们昂首挺胸的下车，听见了吗？听见。听见了，前面。1、2、3，出车！导弹起入，导弹起入。导弹起出完毕，准备点火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点火！向右转，我不转。哎呀，行了啊，命中目标了，得了，别难过了啊。连长，灯
我相信你。你看，啊，过障派出所成立了，导弹正要交装了，对吧？那个工业部门的专家也正在赶来的路上。明天啊，差不多就到了。行了行了啊，好了，哎，别想了，回营区好好睡一觉啊。咋的呀？再大的事儿，明天再说，好不好？啊？啊，先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啊。这次啊，真的十分感谢各位老兵、各位班长。还谢什么呀？哎，兄弟们，这次太悬了，没想到能落到咱们头上啊！是呀，我也是啊，压根儿没想到这个机会落给咱们北分家了。我说，这次必须得感谢欧阳俊，没有他，咱们赢不了这次。班长，班长。要我说啊，这就是小人得志，啊，狗屎运。哎，你真应该好好想想，你们联手检查的时候，他是不是做了什么手脚？不可能，他不敢。他不敢？他有什么不敢的啊？哎，你还帮这孙子说话呢？晕车了？不是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想吐，可是又吐不出来。我知道，你肯定是被欧阳俊恶心的呀！啊，恶心！我都想吐。要不是有备用车组，百发百中的任务就会在我手里了。这个时候你还说这些呀？啊，你呀，就是心太软了啊，不够狠。哎，这下好了吧？给别人做嫁衣了吧？啊，欧阳俊旗干有望啊！哎，还得谢谢你的助攻呢。啊，你行，不说你了。我跟你说一个好消息。什么？梁诺在咱们人营区。别闹了，带着他们学校的孩子呢。谁跟你说的？叶子蹦嘛，他不是在营区吗？刚通的电话。真的假的？我还能骗你吗？收拾收拾心情，啊，我这有纸，来。老赵。行了，我们也该走了啊！易班长，谢谢你们这些日子把孩子照顾得这么好。快上车吧。好。您记得按时吃消炎药，等到时候拆线的时候，我会过去给您拆线的。好嘞，谢谢。你就别这么客气了，您是老兵，部队就是您的家。连长说了，等完这段时间啊，还把你请回来，跟我们好好讲讲，让我们好好学习学习。哎呦，那可使不得。那您快上车吧。好。老班长，哎，给孩子们带点吃的，你们路上带着，孩子们饿得快。哎呦，谢谢，不好意思啊。咱们就后会有期啊。再见。那好，
咱们来日方长，战友们，再见。再见。爸，你慢点啊。哎。前面，您坐前边。边边姐，来。边边姐，这次谢谢你了。还有你那个假面膜的事儿，你放心，我帮你手撕黑心商，赔你100箱，以后你的脸就交给我了。行，那我可记住你说的话了啊。才刚开始计数着日夜，风轻轻摩擦着侧脸。那个，他今晚可能回不来了，有任务。那我走了，手上一定要好好养，差点把大家都吓死了。还是老同学关心我，放心吧，咱俩不是有微信，还有地址吗？我常联系。嗯，我走了。嗯。梁诺，放心吧，你的思念我一定带到。多保重，多保重，梁诺。哎呀，这姑娘对你有意思呀！什么呀？你们看人的小感觉。张小斌啊，有老婆吗？没有。女朋友呢？也没有。那正好啊，等明年啊，我给你找一个弟妹。哎，你小子。来了。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就差一步。啊？就差一步。什么玩意儿啊？吃水果。兄弟，吃个水果啊！谢谢。来，兄弟。恭喜恭喜！谢谢啊，谢谢。兄弟，吃个水果。谢谢啊，谢谢。吃水果。是计数着日夜，风轻轻摩擦着侧脸。我一直相信的直觉，翻几座山，过几片海，与你相恋。坚强不特别，也许狂言得到理解，就算如愿。哎，我在2连给你临时找床被子啊，你先凑合一宿啊。嚯，哎，回来的时候你跟班长请假了吗？请了。你这手怎么样？影响大吗？哎呀，影响肯定是有的。哎
那以后还能弹琴吗？现在麻药劲儿没过，还疼着呢。对了，医生说我大拇指和小拇指的肌腱严重受损，弹琴以后多练练呗。反正你也弹得不好。嗨，我跟你说啊，那天真的是老吓人了，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还能不能活着回来，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还能不能活着回来见你。就是那个老薛，一审就全招了，贩卖情报不说，还在一星小学放了炸弹，给自己留后手。那种感觉，我这辈子我都不想再经历第二次了。最后真是要感谢排炮队的战友们啊！哎呀，你说我这以后还能弹琴吗？啊？梦，我听邦邦说你见到梁诺了。啊，我见到他了。他有提到我什么吗？提到了，他知道你平反了，为你特别开心，真的。啊，哎呀，我们俩聊了特别多，海阔天空的。他现在挺好的，在学校里教小孩子学习唱歌跳舞，可开心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夏主啊，我想问你个事儿啊，这么久以来，你为什么都不跟我们提梁诺呢？怎么提啊？跟他又见不着面，也联系不上。本来以为上次回学校我能见到他，结果也没见着。来到部队以后，每天有这么多训练，这么多考核，还有这么多的特勤。哎呀，说实话，我都不知道未来跟他会怎么样。他心里有你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他心里真有你。我不跟你说了吗？我们俩聊特别多，海阔天空的。我一跟他说你，他眼睛都放光，眼睛里全是你，跟我1毛钱关系都没有，那就开心啊，手舞足蹈的。哼，哎，梦，这是我这段时间听过最开心的一句话。哼，开心就好。哎，咱睡吧，啊？睡吧。该睡会儿了，别熬了，都看了几千遍了。这下就到了。下午到，上午都安排调整，都休息了，你也抽空睡会儿。邵峰和于东睡了吗？睡了，哼，昨儿睡着的。我这一闭眼睛就不行，眼睛一闭啊，脑子里面就是瞎说跟我报 HPO 直灯闪烁，哎呀，想想都可怕。他家呀，都太紧张了。不管怎么样，结局是好的啊。报告。进来。连长，指导员都在啊？啊，在，有事儿啊？5分钟，我只需要5分钟。我跟2位领导汇报一下心理数据的收集情况，下午我就要回营区了。这下午就走了啊？我这是走晚了？没有。哎，那个黄文医生，你说笑了，欢迎常来，欢迎常来啊！对，欢迎啊！来，咱们看数据啊。那坐那边。哎，看数据啊。你们看，这是夏卓的，这是欧阳俊的，
在第4区间，心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。还有这里，连长你，在第4区间，心理干预系统第1次启动。我先走了，我想在暗示卫队之前再去看一眼联盟。百发百中，牛掰了，无敌战神，啊，立功了，这回光荣榜上有你了。联邦，别这么说，我们只是备用者。备用，自带燃烧筒的备用啊？啊？要不说你厉害呢，啊，兵不厌诈，是吧？活学活用，是你不？那只是个误会。就算没这事儿，你们的蛋也是坏的呀。放屁！你别骂人行吗？骂你怎么了？骂的就是你。我们的蛋没有任何问题。是吗？那就是有人花眼了呗。我觉得他不仅是花眼了啊，他更是看走眼了呀。你想获得一个发射的机会，对吧？啊，你就可以不遗余力的毁人不倦。啊，只要你想往上爬，哎，那是能踩死多少人就踩死多少人。是，你是立功了，但是你休想过了民主评议这一关啊！就算你考上军校，我林安邦也实名制把你从学校到部队的劣迹一一列举。啊，怎么了，看管妈？你想跟我雄起，我就跟你杠上了。啊！我就要看看是你的阴谋管用，还是我们的正义管用。哦，忘了哈。哎，你是不是忘了自己拍过一张军官照呀？干嘛？别碰我！咱俩保持距离，啊！你说话我能听见。好。
联邦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是什么样的？怎么着？你还想解释解释呗？又拿那招啊？啊？没用了，啊？哎，一听到发射号手不是你，那脸翻脸就不认人。对了，翻脸不认人这几个字形容你简直太准确了。联邦，如果你真的这么想，我没办法。我不奢求你的理解，但我今天让你知道，全世界不是所有的荣誉都归夏哲所有。我是士兵，我也想得到属于士兵的荣耀。我有错吗？你还有脸跟我听士兵的荣耀呢？啊？就你那几下功夫，把人战友的车给骗了？那实际情况也是，这弹也是坏的。